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1月初3，提摩太前书2章7节安尼讲：为着安尼，我受任命做传道者、使徒，甲外邦人的教师，互因相信上帝，佮明白真理。我伫讲的是真的，毋是假的。保罗对伫伊家己的身份，诚做一个传道者、使徒，也诚做外邦人的教师。伊的使命就是互因会通相信上帝，佮明白真理，要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互遮的人，特别是外邦人，通明白甲知。对伫伊所传讲的，伊讲我讲的拢是真的，毋是假的。对伫咱的所信，咱有常常去思考，咱所信的是毋是真的？咱有相信咱的主为咱死过活无？也只有当咱相信的时，咱的所行所做，才会显出基督的权势。愿主帮咱，使咱快乐，互咱会通伫生命的每一时，活出主爱咱活的权势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